嗱，呢度咧就係陳邊嘅黨群陳邊村黨群服務中心。呢邊係陳邊鄉嘅陳城里。陳邊呢度附近啲人多數都係姓陳嘅多啊。1909年嘅新寧號呢個火車，陳怡希當年翻嚟台山整嘅呢個火車鐵路嘅火車站，就喺呢個陳邊站。1909到1938年，咁好不幸咧，就1938年呢條火車路就已經俾拆咗啦。呢度咧就係陳邊嘅火車站啦。陳邊嘅火車站，陳邊火車站。呢度有咖啡嘅喎，飲咖啡嘅喎。呢度車站嘅買票嘅地方。二元咧就係一個陳邊管區聯誼樓，而家可能攞嚟做